后来继续进段消息，来看准总统赖清德内阁的名单陆续来显光，但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、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拢无伫个名单内。本来传出讲赖清德邀请林佳龙接外交部长，去互林佳龙甲拒绝。也毋过上新的消息，讲下晡准总统赖清德再度甲林佳龙会面了后，林佳龙已经同意要来接外交部长。林佳龙讲要追随团队共同成就。欢迎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先生。在赖清德公布政院3场了后，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伫公开场合看起来心情也是袂歹，佮替团队斗讲话。会觉得他假甲熊熊吗？不会嘞，没有错的，我一直在团队，而且也会持续在团队中。这个话听起来，林佳龙的职务只是也未公布尔，也毋过赖清德真有诚意，传出为着要互林佳龙会当接外交部长。到今仔日为止，赖清德和林佳龙见3摆面，总算互伊点头。他就很有个性啊，哈，他因为他自己的意见嘛，他。事后也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哈，可能是林佳龙感受到赖清德的用心，伫公开场合耐心安答，维持党内和谐。传出陆委会主委将由现任海基会秘书长屈水正转任，法务部长是交予台南出身的台北检察署检察长郑明谦。行政院公听会主委是按算予陈金德接任。另外，伫选战内底好选有功劳的前卫副部长陈时中，也传出会见行政院的政务委员。先到了8:58，好 ，OK， 好。杜根培登场了后，即摆敢若正式公布4个人，内阁名单是团干满4个。前行政院长杜英泰按算伫拜五举行记者会，公布5字空了后，新内阁第2波的人事名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